點解咁多人習慣咗問題天天都多？人哋嘅態度、經濟嘅大環境、未發生嘅危機，到底真係咁多問題，定係我哋覺得有問題？Hello，我係 Y Y，歡迎翻嚟咧《哲學長做困局鎖匙》咧第3集。今日同大家研究一句經世嘅金句啊，就係古希臘斯多葛學派大師愛比克泰德：困擾我們的不是事情本身，而是我們對事情的看法。細心諗下，咁樣講好似真係有啲道理。斯多葛學派教我哋最重要嘅一招就叫做控制兩分法。世界上得兩種事，一種係你管得到，一種係你管唔到。人哋嘅想法、市場嘅起伏、過去嘅遺憾，全部都屬於你管唔到嘅事。但係往往人生咧就花咗好多時間、精神去一啲管唔到嘅事情上面焦慮。呢啲唔係叫做努力啊，呢啲叫做精神內耗。又好似好多人生活咧比較唔愉快嘅人咧，其實咧都係徘徊喺第二種狀態嘅。歡迎留言話俾我聽，你又係邊一種人？所以今集嘅內容非常簡短啊，困局鎖匙咧就係呢一條啦，就係停止內耗，將身喺外邊嗰隻手收翻嚟，只係管好自己當下能夠管到嘅事。你嘅回應、你嘅心態、你嘅行動，將我哋嘅人生掌控感收翻嚟。我哋下期借腦升級再見。